过来，这件食毒赛车发生伫新北市，这嫌犯敢若是突然举起来，追弄着头前的修理车，弄一个当场并车，搁去客着骑电动脚踏车一个少年呢，害人受伤。警察看这个嫌犯脑醒，马上甲做快筛，果然有食毒，当场甲逮捕。一台车无减速，为倒边偏煞，先弄到大车道白色的旅行车，规台车往正边180度，并且过程互电动脚踏车扫到风台尾，骑机车民众叫扫入人行道，熊熊安尼烧弄，互紧急事故车辆发现倒伫咧路中。车挂搭伫咧地面，半径变形，车门关袂巴，后车道嘛弄甲柜拍开，却弄到的白色旅行车正边后壁嘛弄甲密密麻麻，会当看到动力真大力。车祸就发生伫咧22号尾暗5点多，新北市树内中正路55岁姓陈的驾驶原本伫咧外车道直行，煞形容偏废倒平，追弄姓林的驾驶驶入旅行车，当场失控并车，徛伫咧路边的少年白血闪，总安尼互扫倒在地，骹手真侪所在刺伤。警察到现场做快筛，发现引起事故的驾驶有食毒。现场经对2名自小客车驾驶实施酒测值均为0，为其中陈姓驾驶经唾液毒品快筛呈现甲基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等阳性反应，后续已依规定举发移至保管车辆，并吊扣牌照。过年年假上尾一天，就发生食毒洗车烧弄，警察已经将相关检体送检，以毒品含公共危险罪，将食毒的驾驶移送侦办。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